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妍牧师。12月14日，全地的主，诗篇75篇1到10节，其中第10节是这样说：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，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。我们面对现今社会许多不公义的情况，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除了祷告之外，我们相信行恶的人将来必定会面临神震怒之悲，我们相信吗？然后我们只有消极等待吗？还是我们能做什么呢？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明明看到那些做坏事却依然猖狂，特别在新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事件很多，我们心里会有什么感想，什么心情？可能是恨得牙痒痒的，但却是莫可奈何。还是我们嘲讽以对，心想哎呀，他们真是好狗运啊。或是我们早已经麻木，不愿意多想了。不管我们是不是能够改变社会不公义的情况，今天这个诗篇指出，作恶的人将来必定要面临神震怒之悲，而这个末日将来临的事实提醒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一位审判的主。是我们呢？我想是每一个人，是全地的每一个人。所以他是全地的主，他是全地的审判者。如果我们今天把这个10节我们稍微来分类，我们可以看到第2到第5节，好比是神他自我的宣告，他立定大地根基，并且定下将来的审判。接着是警告这些狂傲行恶的人，不要继续在神面前猖狂自负哦。而第6到第8节转为诗人的劝勉，人应当知道除了神以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权柄和能力的来源，唯有神自己可以高举人，也可以降卑人。而这10节当中有3节，我们记住哦，1、9、10，也就是在这诗篇里面最刚开始跟最后，是诗人对这个握有审判权柄的神发出称赞、颂赞的声音。而我们呢，面对这位掌权能力且审判万民的主，我们应当要怎么来回应呢？当然是先来赞美称颂这一位神，因为他是奇妙作为的主，他是创造诸天万物的，他拥有决定世界末日的这个权柄，甚至他早就已经定下这世人的结局，就是我们要面临他的审判，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逃脱的。那当然我们要宣扬他的名哦，而且我们用我们的行为来宣扬主的名，因为我们的行为可以看出我们是不是有真的这样的信心。即便别人都做错事跟我们不同方向，但我们深深谨记在心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嫉妒恶人。我们只要谦卑信靠主，因为知道凡至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因为今天的经文在最后也是一个应许啊，就是那些看起来很显性，好像很猖狂的人、狂傲的人、凶恶的人，那么他们看起来有实力跟才能，那是他们的夸耀啊。但实际上他所拥有的是
虚空的虚空。而另外一个隐性的人，那是神所说的义人，他是有能力有权柄，虽然他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，但是他用他的行为来宣告他的信心，来宣告他回应神，相信神所说的。这就是这篇最后讲到的，神要兴起的角是权柄、权势跟所谓的影响力。在美国，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去过费城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间教会，它是恩典浸信会因为它的儿童事工空间很小很窄小，所以它没有办法容纳超出的名额，就像现在我们迦南教会，我们常常办的活动是要限名限额。而其中有一个叫海蒂的小女孩，她被拒绝，因为那天她已经超过名额，不能有太多人在里面。被拒绝的那一天，她回家，她决定她要开始存钱，她要来帮助教会盖一间更大的主日学的教室。一个小女孩，海蒂的小女孩有这样的决心但在2年之后，她存了2年钱之后，不幸她过世了。她的父母在她床边找到一个钱包，里面存着她57分钱跟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这些钱是要帮助教会盖一间更大的主日学教室。在海蒂的追思聚会中，她的母亲把57分钱跟这个纸条交给教会的牧师。牧师在讲道时分享这件事，许多的弟兄姐妹被激励流泪。这时候一个房地产的经纪人非常的感动，他将一块地献给教会作为扩展儿童事工用，他要求的钱就是57分钱。当地的报纸揭露这个消息，海蒂的57分钱立刻传遍全美国，指定奉献的金额不断的节节上升，远超过当初海蒂的57分钱。这个恩典浸信会不只是盖了一个新的儿童事工中心呢，而且还盖了一所可容人3000人的新教堂。我们看到海蒂的决定，神举起海蒂成为角，即便他已经过世，57分钱。这个运动，慷慨捐献的运动没有停止，没有因为新教堂盖起就停止，而是更扩大。我们到费城就可以看到一所叫做 Temple 的大学，以及好撒玛利亚医院。今天如果我们去费城参观这个 Temple 大学，我们会看到墙壁上挂着海蒂的照片。这个小女孩57分钱，超过她的财力界限。海蒂微不足道57分钱投资在永恒的事上，那么神当然有办法让她产出更大的效应，因为我们的主他无所不能。好不好？在这圣诞节期，我们也来预备我们自己，成为神要高举的角，即便我们像这海蒂小女孩一样只有57分钱，我们来成为神能用合用的器皿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掌权的王，你是万有的主。虽然我们不能完全明白，但主恳求你给我们信心，我们的凭着信心活出主你要我们活出的影响力，即便我们在世的时候看不到，但主你知道。当我们面对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依然选择信靠你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因为你是信实慈爱。主，你是从过去现在到未来的主，你是给我们永恒生命的主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
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音乐牧师祝福您，我们今天让常在主里的光中来引导我们，使我们活出爱神爱人的生活跟生命。我们明天见。